世界棒球经典赛后个月就要开始比赛，台湾队伫个分组的比赛，风兴勇士第5个赛程，因为小联赛爱战4天，美国的记者拢看好着台湾队会当打败韩国队进入前8强。左外野方向的高飞球。 球一个工作机一直飞，袂输变心的女朋友袂去转来啊！国防部长张玉成要用例行赛好手感，带台湾队伫经典赛全力求胜。台湾队昨日台北大巨蛋甲富邦悍将进行练习赛，张玉成对战母队，讲出全垒打是台湾队头一支2位捕手张少宏、林嘉靖总共贡献4分的打点，尾手台湾队以5比3打败悍将，毋但爱打击火力，嘛爱投手的战力。 经典赛投手伫分组赛有用球数上济65球限制，一般来讲，干那会当投3局到4局，所以讲中华队逐场的比赛拢一定要设定上限环。16人投手，我个人觉得是够用，只要教练团调度得宜的话，我觉得应付这4天的连战是没有问题。 外界预测头一战对澳洲一定要退落来，会当考虑派出持续起加林玉民左右护法全力求胜。第2战对日本，会当派去年伫小联盟表现真好的林维温，配合中籍的本土强投郑浩君。第3战拍捷克，会当派李米投手沙祖神甲大哥吴志伟来顾这场的胜利。第4战就有可能是有关晋级的台韩大战。 曾丹中俄、陈柏约甲郭林瑞阳3大强投做伙地挑战台湾经典史上对韩国头一场的胜利，前进迈阿密。很多人都会一定想要赢韩国，而且依照赛程的安排的话，对韩国的比赛是在我们4连战的最后一场。不管前面3场的战绩如何，对南韩的那一战绝对会是有没有办法前进迈阿密的一场关键的比赛。 观察台湾棒球已经真久的美国记者莫罗斯，拢看好台湾队会打败韩国队晋级8强，是讲连续4天的第5赛程要安怎求胜，考验到教练团要安怎调度，将战力最大化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